跟他们在一起真的太开心了。我在这里自拍，小弟弟说要帮我拍照。后边这个，你几岁了？几岁了？要躲起来。80岁。一群小伙伴啊，他们好多人在这边。教我说2句。好。这个手机的维吾尔族名字叫阿玛。对。真的假的？你不是骗我的吧？真的。你好怎么说？杨先生。杨先生。我们学谢谢怎么说？再见呢 ？Posh 这个比较简单。对。Posh。自行车叫 respect。对。我觉得你很有表演天赋，真的。对，我真是。你们住在这里边吗？对。在哪呀？你们家？我家在那边。就在前边。对。哇，你们都离得很近。去那边帮你参观一下。这是什么果子？这是别人家的吧？别人家的不能摘吧？主人出来了。谢谢。小苹果，你会唱小苹果吗？主人出来了。在学校的天上。谢谢，你们吃，我要1个就好了。有了。酸甜。这是小苹果。不想吃吧？谢谢。都放在我这儿。你要不要吗？我帮你多摘一点，路上吃。不用，谢谢你们。他们自己吃吧，你们分着吃吧，因为只有2包。这个有没有人要吃？你这个给他吧，我不要。来，我想买血气贡品。你尝2个。好嘞。好了，不用摘太多，够了。没事，你在路上吃，反正不花钱。我觉得刚刚那个黄的好吃。黄的，那我们再去。喂，你们2个去摘黄多一点，你们3个去吧。我摘红的。这个非常好吃。这太脏了。弟弟太贴心了。好了，坐吧。好的，谢谢你。我看一下这个黄的有没有那个有虫子的里面，我帮你弄。太贴心了。你是不是很会卖水果？对，我以前跟我哥哥一起卖水果。这是像爱心的。对，像爱心，像你一样有爱心。好的，谢谢。走，我带你们去买辣条。你们是不是喜欢吃辣条？刚昨天从俄罗斯回来。你们自己买吧，我给妹妹买。这2块钱东西他还买。可以喝饮料吗？你要喝什么？冰红茶。对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你们要回家了是不是？好的，再见。拜拜。